進軍中國，話要同中國嘅茶葉一決高下。現在中國人也開始懂得喝咖啡嘛，好像星巴克、什麼客都來了中國。中國嘅經濟已經成長中啊，嗰啲呢啲兩百個啲咧，啲賣俾呢個中國人咧當住喺度時尚。呢間廠舊年先至進入中國市場，但出口到中國嘅咖啡量已經佔咗成間公司嘅58%。老細話：出年呢個比例仲會上升，估計去到70%。唔少馬來西亞嘅咖啡商都話啦，會加大對中國咖啡出口量，而且仲會喺呢邊開一啲咖啡店添。例如我身邊呢一間店啦，佢就話啦，會喺上海出年開多一間店㗎，而且咧裝飾同埋風格都以30年代為主，滿足中國人嘅口味同埋需求。馬來西亞老細瞄準後生仔市場，新西蘭老細睇中就係中國 BB 啦，帶嚟咗原裝進口奶粉。老細話：每年中國從新西蘭進口幾十萬噸奶源，但都係喺國內生產同埋裝罐㗎。雖然澳大利亞、荷蘭、美國等地嘅奶粉亦都大量進入，但而家中國每年有1600幾萬嘅新生兒，咁大塊蛋糕有排分啦。要做的是原裝進口奶源。對，有一票或者有一項的。到現在為止應該有30-40個人。大家能夠賣到越嚟越多來佬嘢，梗係好啦。只係希望嚟到之後質量依然好，價錢又平穩。廣交會3期從今日開始，主要展出食品、鞋類、箱包等等，一直到11月4號。第一現場記者余影儀報導。的確，每年嘅廣交會就提供一個咁好嘅平台咧，就係無論